咱过来看5月要来通车的这个淡江大桥，当咧收尾，为着要让这条桥会当较稳定，伫这主桥塔是有使用一款阻尼器，就唔免惊地动，也是透大风。经过前日昨仔伫咧宜兰外海规模7个大地动，这淡江大桥有关是无问题。 日头照过敢若琴弦同款的持油降速，对工程团队的引导，淡江大桥桥顶的风景正式展现。淡江大桥的桥体已经全线完工了，而目前正在进行景观灯等安装的后续工程。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全桥共有94束的斜拉钢索，它最长有441公尺，是最醒目的视觉焦点。 做全球主跨上长的蛋塔无对称斜张桥，斜拉降速是核心构造的重点。每一支斜索顶悬皮的阻尼和主桥架减震系统，会当抵抗透风和地动引起的震动。其中设伫主桥塔的液态粘性阻尼器，会当对抗常常有的地动，维持结构无损害。我们在最近的那一次的地震的影响之下，有没有什么样的结构的一个状况？跟各位说是没有的，因为我们这7根的 HFR 已经开始启动，开始在运作了。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可以抵抗7级的一个地震力的。普遍的工程有重点，就是风生线的打马甲阿门头，特殊工法会当让下骹的钢桥无受到烧碰冷缩的影响，提升耐久度。目前各项工程拢来到收尾阶段，工程团队一路行过来，认为上有挑战性的，就是把各项材料调起来，不管曝日压雨，拢长时间做高空的作业。起雾的话是完全看不到下面，因为高度问题，雾来以后你看到半空中沟头看不到沟头。 后面就完全靠下面的人去指挥了。这座桥呢，我们未来除了供给汽车通行，好，那我们也留着公车专用道，这个是要预留给未来的这个淡海轻轨来使用。好，那另外就是机车该走的区域，我们也会预留下来，还有脚踏车跟行人的区域。交通部表示讲，淡江大桥会缩短淡水和八里之间15公里的路程，省25分钟的车程，估计嘛会带动观光的发展。按算在5月初9日会举行通车典礼，5月12日会正式通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